岭村又名蒲山村，这个禅意的名字到底如何得來？講起大嶺村嘅村名，從北宋開村到現在，一向都係叫做大嶺村。後尾點解話蒲山呢？喺個清末民初嘅時候，一班做生意嘅文人喺個進行扶乩活動當中，賜咗一個蒲山村嘅名俾大嶺村，最後將黃大仙嘅信仰引進咗嚟大嶺村。以後呢班文人呢，就以自己係蒲山村嘅人為光榮，所以對外宣稱就自己係蒲山嘅。